湖公山南大病院3号童军团伫南大病院广场举办升旗甲颁奖典礼，邀请大安区的总主持满洲法师来颁发奖学金，进行勉励表扬。湖公山3号童军团11号来到南大病院举行表扬以及团康活动。由着大南区总主持满洲法师亲身接待，并以2粒柳丁的故事，祈勉所有的童军爱成为讲好话、做好事、存好心的3好儿童。接下童军团就开始进行野炊活动，让学员透过分组的模式学习团队合作的重要。能参加这个活动，我要先感谢服务员们和老郎们为我们付出、准备这些东西和食材。然后呢，也带给我们这么欢乐的课程，非常感谢他们。感谢主持能够让我们童军在这里这一个环境这么好的一个环境，能够学习上好。就由野炊活动，让学生家己动手煮食，学习承担责任、分享成果，嘛为当中得到乐趣。让每一位参与的3好童军，拢有一个难忘的回忆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好冷哦，火柴，谁要买火柴？哇，好想也可以上网看电影、买零食。TV 公平200枚只要859元，还送每月200元看片金，再加500元礼券，还有众多强档电影超长影音享受。快找双子星！